Hello， 今次想同大家介紹 HKTV 魔我回購多次嘅急凍或者冷凍食品。第一款想介紹呢一款係泰國嘅放蟹肉粒，一打開見到，哇，真係好多，造型都幾靚，感覺放落小朋友嘅便當裝飾都唔錯噶。話明係放蟹肉粒，蟹味就一定係欠奉噶啦。第二款係腐皮餃子啊，呢一個係一啲腐皮包住啲餡料嘅餃子啊，咁我嚟打邊爐，佢個皮會好緊實，好吸汁，好好食噶。佢呢個做法幾特別，我下次又試下自己買啲腐皮嚟釀餃子。跟住係呢一包樂園嘅鮮蝦芫茜餃，樂園嘅雲吞同水餃我一向都好中意，已經回購多次噶啦。佢啲皮好薄，同埋好大粒，餡料非常飽滿，咬開入面會有好大粒彈牙鮮蝦。如果係女仔，基本上落4、5粒，再落啲菜都已經夠飽噶啦。再嚟係呢一盒翡翠黃金角，你會見到佢包裝好衛生，好妥當。一打開見到造型特別嘅三角形麥牌，其實佢係韭菜豬肉釀豆腐，食落同頭先嘅腐皮餃子係差唔多，係多咗啲韭菜味啫。呢包急凍嘅鹽鮑魚肚我亦都買過非常多次，佢唔使浸，唔使飛水，解凍就可以煮嚟食。重點係佢真係好大條，食落特別滿足，啲汁爆晒出嚟，一定要試。